貴福特先係爆樽之王，韋達到底發生過什麼事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賽後情書。先講爆樽王貴福特，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喺季初嘅時候，貴福特都只係得廿幾隻馬嘅細倉，但係嚟到今時今日，已經變咗67隻嘅大倉，可以有咁大嘅轉變，某程度上都要歸功佢深厚嘅爆樽功力。我哋又輕輕咁盤點一下，佢今季究竟爆咗幾多個人樽？先由最高分嘅安裕開始，今季嘅安裕由賀賢轉去貴福特度跑咗6場，淨係得1次唔入獎金名次。今季仲要贏埋3級賽嘅莎莎婦女銀袋。再跟住係開心勇區，季初隻馬都仲喺告仔度，跑2場都係11名，轉咗去貴福特嗰度之後跑3次1 win 2 Q。另一隻都係告仔轉過去嘅龍澤飛區，今季都已經2 win 2個第3，都可以話係代表作。古浪好友冇幾耐之前先喺無畏傑嗰度轉過去，即刻已經打搭連贏2場。團結戰靈由希斯嗰度又係轉過去冇耐，第2場已經即刻贏。另外好似仲有悠悠乾坤喺希斯嗰度都只係跑過1次第3，轉過去貴福特嗰度又係即刻贏。另外好似特別美麗呢啲特別難贏嘅馬嚟香港跑3季都冇頭馬交到，今季交到去貴福特手跑幾場終於都交代到。當然仲有代表作伶俐標區呢一隻，過往喺容天棚手3季都只係得2場頭馬，今季去到貴福特嗰度已經3 win 4個第2，未甩過獎金名次。而去到今日，受害者再多一個，佢就係鄭俊偉隻金牌活力。呢一隻最近先由鄭俊偉轉去貴福特嗰度，今季跑5場全部都冇威脅。今日跑馬地呢場3班1200米喺田泰安胯下順利贏馬。順帶一提，呢一隻馬3 win 都係田雞贏嘅。所以由一個季初得27隻馬，第一季嚟香港練馬嘅倉嚟講，贏到去而家15 win 係真係幾唔容易。仲要佢成日都要用田雞，咁你可以見到佢功力有幾咁深厚啦。相信如果佢 keep 住落去，今季再爆多幾個人嘅樽，應該都係預料之內。再講13少，有冇人知道韋達新年到而家到底發生過咩事？自從1月1號贏完隻同喜同埋偉金主之後，連埋今日整整12期1 win 都冇。好啦，以為佢今日好似出成手馬咁，見佢揾晒布文潘頓呢啲咁嘅大師傅，以為佢終於可以打破頭馬荒啦啩？點知佢原來都係搞笑，全日出7隻馬，最後埋單得4分。好似第一場潘頓騎嘅金鑽精靈，呢隻今季4班都上過名，前一次都跑第2，今日3.3倍嘅大熱，入直路前都好地地，但係轉彎一入直路，潘頓騎2下冇反應，索性都唔鬼騎啦，包尾返嚟。你問我點解佢會輸到咁，我都答你唔到，因為就連騎嗰個潘頓賽後報告都解釋唔到點解會輸到咁。潘頓都解釋唔到嘅嘢，我諗冇人會解釋到噶啦。順帶一提，今日潘頓都係0 win。跟住落嚟第2場嘅天火同德，開跑前着6格去到12倍開跑。艾少禮捉住唔放，但係又攝唔到位，跟手就全程走住個3碟，轉彎入直路當然就冇力墮退，跑包尾返嚟。另一隻大熱門嘅紅愛社，直路內欄穩位受阻，不過最後揾到位衝落去都係好均速，跑過緊頸4返嚟。今日佢手馬得4分，呢個表現完全係差。不過都唔爭在啦，阿13少都差咗10幾期。睇翻而家個練馬師榜，韋達得11 win。隨住今日徐宇石、貴福特、告東尼都有馬贏，佢哋都開始拋離韋達。再係咁嘅話，分分鐘丁冠豪啊、葉楚航，佢哋都可以爬韋達頭。不過黎超星同韋達都可以話係難兄難弟，佢哋2個其實應該有 friend 做，2個都係11 win。2個都係咁中意同啲馬玩配備，有時候唔好話馬迷適唔適應佢哋嗰啲配備，
我諗係連隻馬都未必會適應佢哋係咁轉啲配備。唔知你哋又點睇？究竟係13少唔冷唔去馬啊，定係佢嘅練馬功力真係不如佢騎馬呢？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，訂閱讚好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